蘇振邦書正物理治療師，今日咧想教大家做髖屈肌同埋髖內收肌嘅運動。第一個圖片咧就係介紹大腿前端嘅所有嘅肌肉。第二個圖片咧就係介紹髖屈肌，有兩個主要嘅肌肉就係psoas major 腰大肌同埋 iliacus 髂肌。而髖內收肌咧有adductor magnus 係髖大收肌，有 adductor longus 就係髖長收肌，同埋 adductor brevis 係短收肌。仲有咧就係 gracilis 股薄肌，pectineus 恥骨肌，而rectus femoris 咧股直肌咧，同埋 sartorius 咧縫象肌咧，除咗係髖屈肌嘅功能之外咧，佢亦都會能夠咧係彎曲嗰個嘅膝頭哥嘅。第三個圖片咧就係點樣去伸展呢個嘅髖屈肌。咁咧你踎喺度，前邊嗰隻腳咧向前彎，而就會拉到後邊嗰隻腳嘅髖屈肌㗎啦。咁呢個咧做嘅方法咧就係個膝頭哥係屈埋嘅。第四個圖片咧就係一樣，只不過咧個腳咧後腳咧係伸直嘅。呢個係我比較喜歡做嘅，同埋我覺得係更加有效嘅方法。最後一個圖片咧就係伸展嗰個嘅髖內收肌。咁咧亦都係一隻腳咧就屈起，另外一隻腳咧就伸直。喺開始做運動之前咧，我想再提大家做呢啲運動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安全。所以咧，你做運動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扶住嗰個嘅台，然後咧就一隻腳向前屈，而另外嗰隻腳咧就向後伸展。咁咧，我自己嘅做法咧就係着重後邊嗰隻腳咧係伸直嘅，咁樣咧你就可以更加有效去伸展嗰個嘅髖屈肌。保持個伸展大約係5至10秒，同埋咧係重複5至6次。當然每個人嘅忍受力唔同，你自己去慢慢加咧就會安全啲。做完髖屈肌嘅伸展運動之後咧，你就將個腳咧就向側邊移，然後咧就向前屈嗰個嘅前腿，然後咧就側邊嗰個嘅髖內收肌咧就能夠可以拉到。咁做完右腳之後咧，就調翻轉頭咧係做左腳。當然啦，就要將嗰個嘅腳咧係慢慢壓低，唔好太快，咪咧就可能會拉傷咗嗰個嘅肌肉。同樣咧係保持5至10秒，重複5至6次。呢兩個運動都係好重要嘅，特別我哋打網球嘅人咧係好容易會拉傷呢兩組嘅肌肉嘅。